好，我是 Lisa。我最近呢在网络上呢发现了一本还蛮有趣的书，叫做《台湾梨谚语集览》，还蛮绕口的。听说呢这本书呢是从日据时代流传下来的，是由台湾总督府编印的。这本书呢它是用日文写出来的，它记录了我们台湾的台语。他们呢把我们的台语呢用日文的50音给它拼写出来，这么的用心。我想呢，这可能是当初怕日本人统治我们的时候，吼咱美唔知，所以才出了这么一本书给日本人看吧。好，那既然这本书这么有趣，而且我超级想看的，那我今天就要来做一个实验，我要来试试看，在我们学校 Berkeley 的图书馆到底能不能找到这本书呢？在我们学校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加起来，差不多有30几间这么多。那我要试试看，在这么多的图书馆里面，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台湾梨谚语集览呢？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 ，Go！ 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赶快去图书馆啊！我们学校这么多图书馆，我才不要一间一间的去找嘞！我就是笑的公。现在是科技的时代，我上学校的图书馆的网页找就好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现在来到了我们学校图书馆的网站，我在这个 search 这边呢，给它打上台湾梨谚语集览，然后呢，给它按 search 下去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哇塞，是这本吧？还真的有哎！我们学校也太神了吧，连这种书都有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好，那我们学校呢，其实有一个很方便的服务，那就是呢，你要的书呢，不管在我们学校哪个天涯海角的图书馆，你都可以上网预定，然后请他送到你指定的图书馆。那我现在就来预定一下，然后请他们送到离我最近的图书馆，然后我再去拿好了。好，搞定了。现在呢，我就等他们通知我去拿吧。等我书拿回来之后呢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你们都写些什么东东吧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请大家敬请期待我的书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 Berkeley 的图书馆呢实在是太强了，居然连这种书都有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一下订阅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， 我会在里面更新一些频道信息啊，还有一些Lisa 的日常生活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 follow 一下。另外呢，这2篇呢是 Lisa 其他的影片，有兴趣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期待我的书哦。